宜兰即暂时有袂少公家机关甲学校咧修剪树仔的时阵，是甲这树挖贵的错了了，树仔恐惊是较搞破病。时阵官府是按算要修正自治条例，若是修剪修了伤过头，会当罚3000至3万。不过环保团体是认为讲罚了伤轻。学校树影边仔的青仔树加樟树，修剪的时阵规拢剃光头，树枝顶头拢无叶啊。学校讲是因为树仔受被虫害，叶仔一直当影响交通甲骨群的点，因过有人质疑过度修剪是伤害树仔。头城行政中心头前规排的树仔，6个时阵也互人用长头式的方式修剪。宜兰县这几年像这种过度修剪公有乔木的情形愈来愈多，公部门几多遍互人质疑无够专业，官府就要解决问题，年年要修订宜兰县树木保护自治条例，提草案明确定义，伫公有土地树仔拢是公有乔木，修剪时阵若甲树仔剃光头，就其叶仔均若损伤1/3以上，会罚3000到3万。当然会有一些法则的处理，那主要目的还是在希望说各个机关学校针对公有乔木的部分，能够更注重去好好的修剪，让它可以健康的生长下去。因过团团认为罚伤轻。亲像伫原来有真侪无列伫列管老树仔的公有乔木，若是修剪过头或者是错掉，只敢若罚3000到3万，无符合比例原则。因为这款无列管的老树，国家挡袂掉过度修剪。树龄越高的，或者是它的冠幅越大，或者是根系范围越大的这些老树，如果万一遇到这种不当修剪的话，那它的罚则。建议就是要加重。每一种树啊，拢可能有无同款的性质嘛，袂当讲全部拢用同一种方式去处理。由团团认为，县政府应该辅导所有的公家机关，伫咧修剪无共树仔的时阵，应该注意季节抑个树形。无共款的树仔应该用无共款的修剪方式。若是只敢若用修剪量的最少来制定罚则无够。县政府讲，此案已经有过会收集各界意见，按算伫明年中送县议会审议，若通过就会实施。记者综合